保我师父平安无事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我师父平安无事，保我师。我的妈呀！这是要干啥呀？小蘑菇，哎呀，你快扶起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小蘑菇，哎呀，太可怕了！李飞在后面追我呢，他一直掐着我，他都追我一路了。哎呀，太可怕！真是太可怕！交叉了！你干嘛呀你？你怎么了？我的妈呀！小蘑菇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哎，怎么关了？开门！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蘑菇怎么办？走！哎，回来，我这，我去。哎呀！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！一公斤的厨艺师傅给我烧纸。周飞，周飞，小蘑菇，小蘑菇。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个没事。刚刚略施了一些法术，说定就给定住了。你看，我刚才吹的，对不起。你放开他！你给我放开！我们要在一起。你就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也没事。你又施法了！我什么时候施法？我就不会施法术。上棍子。他好无聊啊。我也觉得。小蘑菇，吓死我了！不怕不怕，只要蘑菇哥哥在，世界充满爱。不怕。哎呀，什么充满爱呀？要不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都吓死我了。不是你吓死，
这么大个还害怕？那我这小个我不得吓死啊！我不得。怎么样？快去救太后！珊娜，怎么了？太后受惊了，小道救驾来迟。天木头，你居然无视国法，私自越狱！私自越狱？如果不是小道私自越狱，仅凭你一人之力，怎么保护好太后？你强词夺理！当然了。你走开！你别跟着我！我讨厌你，你听不见吗？讨厌你！不怨我刚才喊什么喊？吓死我了！小老头，你吓死我了！回家，跟我回家去。回什么家？回家？往哪儿回家？我还得送云儿回去呢，我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行，我必须要送你，这多危险呢！你忘了刚才了吗？刚才多危险呢，是不是？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不完了吗？走，不用。走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先送云儿回去，对不对？送完以后赶紧回家。我还不去找师傅去。走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女妖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走，咱俩看看去。好。你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哎呀，别看了，他们这是在焚烧妖女。烧妖女？烧妖女？这个妖女刚才还追着我俩满大街的跑，这怎么就被锦衣卫抓了呢？哎，老头儿，你干嘛呢？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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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云儿，嗯，你看没看见有个东西过去了？看见什么东西啊？你没看见有东西吗？这儿哪有什么东西啊？嗯，没什么吗？周飞，哎，你们干嘛？干嘛呀你们？程志远，你要干嘛？哎不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见面就打，打我之前给我个理由先。没有理由，上次让你给跑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爷我打你就是开心，就是看你不爽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好，程志远就欺负我。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我现在会法术，我师傅教我的法术。你要是再欺负我，我戳你。法术，别给我提那个臭道士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把我们锦衣卫的脸都丢光了。会法术啊？啊！来，来，给小爷我展示一下。我还没来呀。会法术啊！来哎呀，厉害呀！哎啊，哎，还戳我！来呀，来呀，我打！是我啊！程志远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一定学好法术来报仇！让你啊！